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平张伟平。今日要讨论是这个警察临这个检吼，这个搬查执法的这个问题啦吼，唔是要教你吼无爱配合警察，只是这个配合的前提是爱警察临检有理啦吼。比如讲吼，伫咧定点这临检吼，亲像路检的酒测等等吼，啊，若是你伫咧路里吼，哪行哪啉饮料吼，警察要甲你查落来吼，讲啊，我无看过你啊，你是谁吼，还是你自倒位来，你要创啥？有查证件无？观众朋友，你到底安怎来去回应吼？第一吼，你就是安尼乖乖配合1分钟吼，就互你放过啊吼。啊，第二个，你会感觉讲，这啥警察要安尼临时临了来甲临检吼，我就无啥物代志，开始有质疑员警的这个做法是第二种吼。啊，这回咱看这个主要这事件是一名姓詹吼，教表演艺术的这老师啦吼，日日去桃园上课的时阵，伫中立遮啦吼，拄到一名这个骑车的这个警员吼，啊，甲伊抓落来要查伊的这个身份吼。啊，姓詹的这老师吼，伊认为讲家己吼是行路啉饮料，就亲像我头拄仔讲的这个情形啦吼。啊，警员吼发生着一寡这个口角的这个问题啦吼，啊，咱嘛讲着吼，共款是拄则这个问题。伊讲我无看过你啊，你是谁？吼，你自倒位来等等这个问题，结果被依照这个现行犯吼逮捕啦。并且移送法办了后，咱看讲，伊伫面册写出就讲，无场地去互搬查啦吼，啊，差不多有9点钟，所以失去自由9点钟之久啦吼。咱嘛看到讲，中立分局长是会安怎讲哦？伊讲。只要1分钟，民众你配合就好啊，无需要1分钟，伊唔若无配合，佮用这个吼言语来骂因的这个吼警察同仁吼。啊，另外即阵要用什么甲办吼？伊讲吼，伊有一句话，伊讲吼，这个警察你是毋是动戆吼？所以伊用这个妨害公务要去甲办啦吼。另外是毋是有员警违法临检这个问题啦吼？啊，伊用着这个我无看过你吼，当做是这个搬查的理由啦吼，这个中立。这个分局面册去互关落去啦吼，另外咱们看到讲4月25，伊阵吼已经吼提这个要来告员警诉求刑事的这个强制吼妨害自由等等这个部分吼，并且嘛要对中立分局长吼来做提告啦吼。针对员警也好，针对这个分局长也好啦，咱特别来看讲吼，这个到底警察执法安怎这个界选伫倒吼，咱今日做回来讨论。先来请这部电影所有来宾，就来请艋舺分局这个交通警员赵平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咱邀请立党秘书长，同时阵嘛是环境人权律师李景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台北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委员黄德英。主持人大家好。所以咱等下嘛邀请到吼当事者吼詹老师来到咱节目现场。首先，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这回这个事件吼，自咱讲的这个日开始啦吼，到即阵嘛小连续几啊天吼，咱嘛看到讲本质吼，这个中立分局伊所放出来这个影像吼，敢若头前迄段吼，但是尾手咱嘛看到讲吼，这个警员竟然是用这个柔道的这个方式吼，甲这个当事者压伫咧涂骹啦吼。另外吼9点钟之久啦吼，伊毋若无互伊啉水啦吼，甚至讲伫咧警察局这个部分吼，拢有一寡这个吼咱讲质疑的这个部分啊，先做来看。你为什么要临检我？我做了什么事情？你一直看我，我凭我经验，你等一下，你先。你不要拉我！你不要拉我！桃园市中立火车头后站，警察甲一个姓詹的女艺术家临检，煞引起冲突。这个姓詹的女性是真生气，以失去自由的9点钟为题目，伫网络顶铺文，讲伊行路要去排练场驾课的路人。去互警察临检，伊认为伊有权利无接受警方无代无志甲伊做临检，煞去互警方暴力对待，靠手铐带登去派出所。他说去哪里上课干什么？我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现在很急，我要走不然你跟我走好了。我有现行犯吗？你没有现行犯啊。很蠢。警方表示，中立区新兴路是治安的重点，警察加强巡逻，用好的态度依法查证身份。不过，这个姓詹的女性未配合，而且佫真歹声扫，黑白错这个执勤的警察，甲劝导拢无效，尾手以妨害公务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其实查证身份只要民众配合，不用1分钟的时间。但是本案张女士却要我们陪同到其工作场所，不但不配合，还以言辞来辱骂我们执勤的同仁。到底有专无专，这个我们就要看现场的一个人质实地物的状况，到底有没有让人值得可疑、怀疑或是违法的地方。学者表示，警方要甲民众临检，要有合理的原因，可比发现当事人看到怪怪，才甲临检，而且代志时间、地点甲物件拢要说明清楚，才会当甲探问甲检查。另外，现行犯还有通缉犯，都一定会当做临检。
若无根据宪法的保障，人民确实是有权利会当拒绝无代无志警察的临检，不过也是袂当污蔑骂警察。记者综合报道。是啊，首先咱先来看讲哦，迄天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迄天吼，这个姓詹的这个十某的这个老师吼，伫中立吼要去这个舞蹈教室去教册啦吼，但是迄当阵吼拄着一咩啊，骑这个警察车的这个机车的这个员警，甲伊抓落来吼，要求伊提供这个证件吼，啊，要个对伊这个行踪吼。另外，咱看到讲吼，这个员警先讲你住伫遮无？这是我的这个管区，我无看过你先核对你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啦吼。啊，这个吼姓詹的十某老师就讲，为什么你敢是咧怀疑我吼？你安怎问我这个私人资讯？干那即个吼，咱先来请这个左边啦吼。这个部分我若是一般，我行伫路里，警察吼看到我，伊会当安怎甲我问无？啊，我都无看过你啊！啊，拜托，警察，这个可能一工，这个无看过，这个面相可能正歹的，啊，想要惊我？哦，其实吼，你若讲警察伫路啊看到你，会甲你用一寡理由，比如讲，啊，你是毋是住这附近？啊，毋捌看过你，会使甲你问无？当然嘛会使问。OK。你一个路边行过人嘛会使甲你问嘛，这无犯法嘛。吼。啊，伊若讲伊伫巡逻内底，伊感觉讲，这个人我毋捌看过，我甲你问一下是会使。OK。但是你即问的这个阶段吼，伊是要甲你查明你的身份，你是爱你的同意，因为伊即马也未是警察这款刑事法嘛，还未发动嘛，啊，就是伊甲你问，啊，你要回答嘛会使，你无爱回答嘛会使。路边有人甲你搭讪，甲你问讲，小姐你叫啥名？你要回答嘛会使，无回答嘛会使。那一般就是像拄啊，中立分局长讲，啊，你若配合1分钟就解决啦。OK。但是你若无爱配合，这嘛是你的权利哦，嘛是你的自由啦。是。好啊，过来，你若讲这个警员有怀疑你有其他，譬如讲伊即马行你的身躯边，看到你落地啊，敢若有一支这个小刀，有一包安尼，有一包安尼，也是讲你的。这卡棒内底吼，啊看起来过来玻璃杆啊，敢若是人迄个食安非他命用的好，伊若有其他的怀疑，啊照你讲，伊也甲你讲，伊是啥物理由、啥物原因甲你怀疑，就是咱警察一款刑事法内底讲第6条啦，内底讲的讲合理怀疑，讲你有可能有犯罪，伊即马甲你讲的，伊也甲你说明讲，我怀疑你这个卡棒内底放2支玻璃杆啊，敢若是伫食毒用的，啊，我即马会使请你甲你的身份证摕出来，互我看无？啊，这个定数安尼才完整。啊，一开始拄啊甲你问，问当然嘛是无犯法啦，但是你问了，你若无发动这个警察这款刑事法的时阵，你袂使有后壁才讲强制啦，还是讲要甲你带转去，还是讲你妨害公务，你无这个定数，你无合理的怀疑，你阁无甲讲，啊，你就是讲你无这个警察这款刑事法第4条甲第7条的内底这规定内底，你是袂使行后壁才会定数。所以第一步，你敢住遮？啊，遮是我的管区，这无唔对啦吼。我无看过你核对你的一个身份证吼，是讲这个部分，这是无问题。但是前提是我爱同意，但是买手当然这个姓詹的这个查某老师伊无同意，所以你讲啊，我敢是这个现行犯你真正真动狂安尼吼，啊这个公共场合。你做的代志违反你的这个工课，我即马就要走，因为伊当阵讲5分钟就要上课，伊即马就要走啦吼。啊，即阵这个员警就听到一个关键字吼，这个动工啦吼。你头拄啊骂我真讲吼，我即马请问你叫什么大名？你骂我简单处理，就是用这个社会秩序违反法。啊，但是咱遮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是无同意。啊，你买手搁用吼，我真动工，搁要违反到这个社会秩序，违反这个法啦吼，来去罚，左边安尼敢袂当？其实吼。伊内底吼上重要一件代志，伊就是无做。安怎无做呢？就是讲，警察这款刑事法第4条伊内底有讲吼，警察行使职权时应着制服或出示身份，而且并应告知事由。啊，应告知就是讲你一定爱甲讲，你是啥物代志，你是啥物嫌疑，我所以要甲你查身份。但是你看伊这中立分局这件代志内底所有的规定内底，伊自头到尾伊拢无讲。我怀疑你犯罪，伊一直讲我毋捌看过你，啊，这是公众场合，啊，我是警察，我会使甲你调查，啊，但是这拢毋是咱所谓的法定的职权刑事法发动理由啦，就讲你要发动这个警察一款刑事法的时阵，你定要有一个理由，啊，你这个理由爱甲讲，啊，你若无，你通拒绝，那第4条是写了足明白的，啊，虽然讲你这个理由吼，为嘛有法界人讲，你这个理由，警方提出这个理由了后。你袂使讲你讲的这理由我无同意，你就要接受。但是这个理由你连讲都无讲的时阵，就免讲啊。就是咱讲这个刑事典管，形式上已经没有符合的时候，本来就是按照第4条，你就通甲拒绝。所以伊既然拒绝，你头前的这个搬查是违法的，
你都毋是公务嘛？是。所有的公务就是讲你要依法执行你的任务的时阵叫做公务嘛。啊，你既然毋是公务，所以后壁都无啥物妨碍公务的问题伫内底。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资本遮都无啥物这个吼执行这个权利啊公务这个部分啊，所以买手遮吼小连刷来去做的这个部分吼，咱讲啊真正有这个疑虑啦吼，但是咱嘛讲吼，可能嘛要交互这个司法单位来去做一寡这个判断。咱即阵咧讲的可能是依照吼这个咱讲一般的定数来去看啦吼，啊但是咱看讲第三个这个部分啊，伊讲吼你凭啥物甲我搬查吼？我到底做啥物代志吼？我伫路里吼边啊哪行哪食早顿啦吼，啊就讲哦你一直甲我看我凭我的这个经验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警员真正吼用着经验办案，这嘛是非常重要吼，因为伊伫这个吼咱讲吼做警察这个时间内底啦吼。无论是久也是这个较这个菜鸟啊，这个环境吼，其实经验办案嘛是一大重点。但是哦，伊安怎用这个经验合理来去推断啊？但是伊就是无合理的怀疑。继续咱个申请到这个律师啦吼，这个合理的怀疑其实嘛是真重要的。但是这个合理的，伊讲吼，我凭我的这个经验，甲合理的怀疑要甲斗做伙，其实还佫有一步。这所谓合理的怀疑是迄种吼，就是讲客观甲主观，你主观会判断嘛。譬如讲，我行喺海边，啊有一架车，啊顶头坐满满拢是人，看起来打扮讲话拢听起来无像台湾人。我这当阵就有合理的怀疑讲，这可能是偷渡的。OK。嘿，我甲你盘查一下，说啊你身份证就要看一下，无报一个身份证号码，互我知影一下，这是叫做合理怀疑。啊是讲我即马咧夜店外口，涂骹有迄夹链带，啊有白粉。是。啊，我互你怀疑讲你身躯顶可能有毒品。我甲你盘查者讲啊，歹势先生小姐，你身份证就要看者。哦，这叫做合理怀疑，毋是讲我行迄路的无缘无故啊，看到你讲啊，小姐你头毛的迄色就怪怪，你可能食毒。我合理怀疑，我经验你这种色就是有咧食毒，我合理怀疑，没有这种事，无这种代志。所以讲合理的怀疑，这是嘛是都好讲535号解释内底讲的，讲因为迄进前是讲警察可以随便盘查人嘛，啊535号解释伊要讲袂使，也要有一定的基准。啊，这个讲这个警察，这个中立的警察讲，你得甲我看，是，你得甲我看，所以讲互你怀疑，这绝对是有问题，因为普通人看到警察就有两个反应嘛，你甲看，甲无爱甲看嘛。是。啊，你甲看，你嘛，你心虚。啊，你无爱甲看，你嘛心虚。啊，毋着全世界人拢合理怀疑啊。所以讲绝对是有问题。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咱讲凭伊的这个经验啊好，也是讲合理怀疑头拄啊，亲像这个律师讲，也是讲左边讲安尼啦吼，有真济条件爱综合起来吼，这是合理的这个怀疑吼。啊，买手遮吼，这个有当时啊看到是有人讲警员遮是见笑转上去啊吼，这个部分。就开始吼，这个抢伊的这个手机啊，因为咱看到这个姓詹的这个查某吼老师吼，伊嘛提出伊的手机啊来翕啊吼，啊买手伊甲吼这个警员甲伊的这个手机啊想要甲买，啊另外咧，这个查某吼老师嘛要走离开迄个现场啦吼，所以伊有这个走离开这个动作，所以这个警员吼是用诱导这款方式甲伊压制在地吼，啊买手这个影片吼，嘛伫吼网络咧流传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画面吼放出来了后，啊比咱讲哈，迄当阵这个中立分局所放出来这个搁较完整吼，所以咱看迄当阵方向主要变化了吼，啊迄当阵吼第4个部分咱看到讲，你过来你妨碍公务，你就直接等这个巡逻车吼，我无想要用这个强制力吼，但是买手嘛是用强制力吼，甲伊送去到这个派出所内底去啊吼。啊，本地咱看到讲吼，这个事件可能就是安尼来吼落幕啊，但是咱嘛看到讲，买手这个老师嘛要去做一寡这个提告这个动作啦吼。啊，其实佫有这个警员好，佫有这个分局长也好啦吼。咱继续请教这个律师啦吼。咱看到这回这个事件吼，到底呈现讲咱台湾警察执法的这部分，啥物大问题？确实需要较强的这个法治教育啦。亲像咱拄则咱的警员朋友咧讲的，如果大家拢有这个观念吼，我相信这个警察绝对袂亲像发生这个代志，因为伊知影讲，警察的一款刑事法内底有一寡发动的条件。如果讲这个詹老师伊徛咧路里食早顿哪啉，即讲迄个警察讲，凭我见都要看咧影大内底，伊讲凭我的经验吼，你这就是有嫌疑，我要甲你办查，这其实。完全徛袂掉，就是讲你无讲你的理由是啥，你袂使讲我依照我的经验袂使黑白乱用的。所有公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包括警察，经验毋是讲我干那讲经验就会使呢。
你有这种代志发生在美国吼，美国的你大家看迄个，不管是影片还是讲迄个网络直播法庭，警察美国去抓着，不管是枪迄个枪啦，还是去抓这凶杀案，警察会使在路会抓着人，迄警察会叫团去法庭讲，你依照你的经验，这经验的法则。你讲你经验的专业判断是啥？法官会问你呢？你的经验是安怎来判断呢？你也有相当的理由哦。这是全世界文明国家拢安尼做。台湾其实过去嘛有相关的案件，我哋要查一个，2018年有一个同款的情况发生是，讲一个人伊踮咧路的去用班，叫警察甲查讲啊，你来，我甲你问一个，伊无愿意，伊踮遐警察讲我甲你拖了，等甲你同意，但证件交互我为止。这个案件了后，去互新北地检署检察官起诉，不是起诉迄个人哦，是起诉警察。你共冻3点钟呢，你妨害自由呢，这他用强制罪。所以你妨害自由，检察官要甲你起诉，尾也是因为迄个警察吼去甲迄个当事人讲，咱来和解啦。警察则讲安尼好，检察官互你反起诉，代表讲你咧法律顶悬，拄则咱的这个警察朋友讲了真清楚，就是讲你爱有。依照法律才是执法哦，你若无依照法律，就毋是执法哦。踮喺这个案件内底，这个詹老师咧食啉一个饮料咧路会行，你讲啊，我安尼要甲你查落来，伊若无同意讲我要配合摕身份证，你无其他的合理的怀疑，讲伊有相关的，咱大法官解释535号是咧讲，伊讲你要有相当的理由，有可能怀疑讲有要发生，还是已经咧发生，未来要发生，还是未来即马要发生，足危害。我才会使甲你临检，甲你办查，所以大法官有讲啊，你要有相当的理由，这是强调。所以警察踮咧遮，因若提袂出相当的理由，伊去查这个詹老师，这个部分其实是违法的办查。所以你了后拄则讲着讲啊，迄伊要离开啊，所以这个詹老师要离开，你搁甲用罗道的方式甲削落，削个涂骹吼，咱知影讲多算，头前你的这个办查，也是讲你后壁的这个行为，就算你拢合法，你用对一个手无寸铁的查某老师踮咧遐，你用罗道的方式甲压制，这其实违反着宪法的比例原则。所以这其实你规套拢甲看，警察踮咧遮拢徛袂掉，我讲踮咧这个案件内底拢徛袂掉。这拄好一个对应的，我讲为虾米社会感受会真深？大家有印象讲，即阵啊，松山分局一阵乌衫少年人冲入去内底，电脑公务机关的电脑拍好歹，这唔免逮捕呢，唔免抓呢，唔免移送呢，佫出来讲净黑私了呢，这个代志是讲，原来咱的警察是欺负这种手无寸铁的老师，拄着真正穿乌衫10个7个冲入去警察局，大家点，警察唔敢抓，所以这种感受是讲，咱警察多数我相信，参像咱在场的这个实名警，这优秀的警察，我相信多数拢是安尼。但是都是因为这个案，包括着咱看到松山分局讲，乌衫的人入去甲电脑拍好歹，唔免抓，甲即马讲要惩处，甲看到女老师踮咧路咧行，啉一个奶茶会去互抓，这是社会对这警察的信任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强调讲，警察要执法。爱真正照法律、照宪法来行，若无照宪法甲法律来行，这都无好做执法。若无真正来执法，你像踮咧松山分局拄到的，这是乌衫人明明就在咧回顺公务，这无要甲办，无要现行办逮捕，这是悍破的代志，你无执法嘛？踮咧遮拄到女老师，伊去讲凊彩就讲伊有嫌疑，凊彩就讲要甲查，搁甲写个涂骹，这都是违法。所以违法人权这个问题，我认为讲加强警察的法治教育非常的重要。有影吼，加强这个法治的这个教育。有影吼，这个头拄啊，这个律师有讲到吼，这个松山分局这个案件，咱看到讲吼，这个咱讲派出所啦吼，分局去互这个吼乌衣人、乌衫人安尼讲安尼站啦吼，结果因无代志，咱搁看到因安尼双方。这个乌衫啦，警察嘛是穿这个便衣啦吼，咱讲去压手啦吼，这互民众这个观感完全无共款吼。虽然讲咱过去讲吼，这个警察真正咧执行勤务的时阵，面对着这个无共的这个对象吼，真正有因的这个风险。但是咱看到讲吼，这个警察哦，这个法治的教育吼，内底来嘛看到讲吼，有一个欠点的这个所在啦吼。咱嘛讲到吼，法律是一个这个基础，咱嘛讲这回这个大法官解释这个535号吼，咱嘛做一寡这个整理啦吼。本地吼，咱看到吼，这个临检会当是警方执行勤务的这个方式之一。有人讲吼，亲像我伫路里做搬查有人讲我就是抓到这个通缉犯有犯罪人会抓到，是会抓到，但是这个部分你的这个定数是不是符合这个正义，其实嘛是上重要。因为咱看到临检其实嘛是会这侵害到人权吼，所以应该要有法院甲这个依据啦吼。另外爱有具体这个理由才当发动临检。
另者呢，咱讲这个大官该税535号啦吼，因讲对临检发动的这个户定门槛这个坎会当分做是场所甲人啦吼。针对人这个部分对人的这个临检爱有相当的理由。头拄咱嘛讲这个理由合理的这个怀疑，其实拢是小连续，差不多1、2个、3个，甚至4、5个安尼合理的这个综合起来若是讲认为伊已经构成，还是讲随便发生危害者啦，有这个限制伫咧，嘛会符合着这个比例原则，袂当超过这个必要的程度。另外，针对着场所的这个临检除非这个法律有另外规定啦警员咧执行场所的临检勤务应限制伫咧已经发生着危害者嘛要依照着客观合理这个容易发生着危害这个场所，交通工具也好公用场所也好啦另外，临检嘛要符合着这定数临检进行进前，应该对在场人要有讲着你要为虾米要安怎实施啦另外，你要爱伊这个出示证件这个警察出示证件，表示你讲你是这个执法的人员另外，临检嘛要伫现场实施啦唔是讲这个受临检人的这个同意无法度确定伊这个身份，也是讲现场对临检人有无共款不利。这个影响，也是讲妨碍交通安宁袂当要求甲这个警察局内底进行盘查啦另外是发现着违法的这个事实，嘛要依法来这个照定数处理者啦身份嘛要查明并且咧袂当互伊这个离去袂当甲伊拖刷啦所以咱嘛看到这个535号这个有写着对人的这个实施爱有这个相当的这个理由啦头拄咱讲这个相当的理由已经真济啦咱继续要请教的左边咱设定几下这个情境来讲，一般警察伫咧临检的时阵会拄到这个问题啦譬如讲，我即马清查头拄这个迄工的这老师是穿这个白色的这个夹克啦另外伊手里摕一罐这个饮料今日我正洗米落我可能有几支电话去银行做寄金铺摕几啊本手机嘛订几啊条订几啊支啦所以即阵你会安怎甲盘查咧？一般上网络顶悬有一个讲，这个警察职权刑事法临检的这个点数8点其实迄是我写的，迄是我写的其实咱拄仔讲的一开始我讲的迄个靠近你要甲你挖过，其实是这个8个点数头前搁较一个0啊。就是你一个嘿对0，我要安怎接近你？我感觉讲你这个人可能有一寡问题，但是我还袂讲我有合理的怀疑。譬如讲你伫遐行过，我就甲你挖过来讲，先生，你摕遮济铺是要去倒位？我拄仔就讲这其实是爱你同意，你要甲我回答嘛会使，无爱甲我回答嘛会使。所以我讲我不爱回答。对，但是这是我甲你接近的一个机会。但是我看讲你拄仔摕一支手机2、3支手机两米卡这边，两米卡这个。你落地放这个户口簿迄个口座的簿存折簿4、5个，拄仔为台新银行行出来，连咪搁行入去邮局，连咪搁行入去土地银行，拢迄个领钱拢领迄个2万3万就走，2万3万就走。我就合理怀疑讲你是毋是讲你是这个车手？好，过来咱就爱发动定数内底讲第6条合理的怀疑。拄仔我讲的这个合理的怀疑嘛，这就第一步嘛。过来第2步。我怀疑了，我会甲你讲，我讲先生你身躯遮济支手机遮济户口簿我怀疑你是毋是有问题，可能是诈骗集团的车，就你甲讲，但是伊即当中伊通讲伊的理由嘛，伊讲无我是啥物某某公司，阮公司本来就是配合我2、3支办代志就是配合我2、3支，去一个去存款。好，你若解说会通，我搁看你这个人搁无啥物问题，我伫第2条。我嘛通啊停止，我嘛通啊终止。OK。你若过来，你若感觉讲伊真正有问题，过来你该叫伊出示身份。伊不爱互你伊嘛继续不爱互你看。你通啊互伊异议的机会，互伊讲你想哪不爱我看。但是你若无理由，我就甲记录起来，我有一个异议单，我记录互你。过来，你若搁无爱，我就继续查嘛。你搁无爱，我通啊甲你带转去阮的派出所还是分局，甲你查，上过3点钟嘛，转去甲你查。但是这过程内底，你若讲反悔啊，讲我身份互你知，你嘛是爱互伊走。你等来派出所，你电脑一查，这个人身份证一查无问题，其实你就是你嘛是爱随互伊走。上后尾才是咱伫中立这件事件内底看到的。你为头到尾拄仔讲的这定数拢做袂到的时阵，你才会使用强制力甲你抗拒嘛，伊就反抗。你连带等于派出所要甲用电脑甲查身份证，伊拢袂，才会使用强制力。其实这才是规个警察伫路边要甲你查身份，规个定数是
拄我讲的嘛，从0到8，其实伊规个步骤你啊甲做了啊，尤其是警察一款刑事法，伊是安怎？拄我讲的，伊是要有防你警员吼，你袂使有违法的这个定数，所以你定数第一爱照步来，第二你袂使跳，你袂使讲我跳第3条，搁跳第8条袂使，一定爱一步一步来。你若中有减一个定数，安尼照你讲，你就是违法。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啊，警察吼为着临检要吼，咱讲做这个效率啦吼，做这个吼绩效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吼。正当也是讲定数上，你是毋是有照步来吼？自这个8步数啊，甚至伫0遮要吼接近你吼接我你啦吼，这个部分是毋是有符合啦吼？所以咱头拄讲有合理怀疑你有犯罪的嫌疑，还是有犯罪者啦吼。第二个部分就是有事实吼，认为讲可能要发生啊，这个随要发生这个犯罪这个部分啦吼。另外有事实认为讲会当防止这个本人也是这个性命吼、身体有危害啦吼，会当查证伊身份证这个必要等啦吼。另外咱讲吼，这回内底会当看到讲啊，我这个警察我就是看你一个啊指定的这个公共场所啦、路段啦、管制站，咱嘛看到讲这回这个警察是有用到这步来去做一寡这个说明吼。但是这个指定的这个原则其实嘛是有限制。继续，咱先到这个律师。事实上吼，那是指定的公众场所啦，指定的公众场所事先指定，来公告在网站上，虽然讲。民众可能袂去看啦，这不是说我即马讲，我即马指定你即马徛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指定的公共场所，我即马唔免理由就是甲你搬查，是甲利用的迄件较比较像啦，是讲什么车头啦、火车头啦，还是一寡治安热点啦，还先讲，啊若是像这件詹老师说件。我是又讲，迄警察是想要甲詹老师讲，哦，这是公众场所啊，阮有指定啦。OK。有啊，即阵迄个中立分局嘛是安尼讲啊。不过伊是当场的时阵无讲。无讲吼。无讲，伊讲。是买手要来买货的时阵才用这条安尼。抓货，讲我即马我就是你公共场所，我本来就可以盘查，其实毋是安尼，是指定的公共场所，我本来就会使毋免啥物合理怀疑。是。我若是指定，正经有指定过，而且迄毋是讲派出所首长讲我指定就会使哦，记得讲是爱分局，还是在更高层的才会使指定讲哦，这几个所在是哦，是一点安尼吼。嘿，你若是经过，你就要互我看身份证。我若甲你搬查咧，我就要看你的身份证。是啊，绝对毋是讲甲这届共款事件。所以讲这届的事件是讲，迄警察应该没有办法说。如果我是警察啦，我够聪明啦，我就先甲你喊讲，无，阮这是指定的讲，场所哦，你爱甲我看，你爱互我看，你爱互我看，你爱互我看哦。啊，这当阵若是民众无爱配合嘛，讲像刚刚左贝说的，爱异议单，是，迄到时阵写啊，写登去，伊嘛袂真正摕去甲你异议啦。OK。安尼就过啊嘛。啊，就是啊，甲喊讲哦，我无看过你啊，我惊讲你互报失踪啊，就是蠢啊。这是咱讲的这个动工，然后其实头拄仔这律师嘛有讲到吼，依照咱讲的这个合理的这个警察集权的这个刑事法内底，然后其实咱讲会当提出这个异议，然后可能是第5步遮啦吼，还是讲第4步就会使啦吼。所以你遮吼会有一寡这个异议吼，你去甲这个警察讲的这个机会，而且你嘛会使吼讲我要写这个吼异议的这个申请书啦。而且迄异议单照规定伊爱查身躯的哦。但是即阵拢讲我无查。伊拢讲用完啊无查，无你对我登去分局。我开互你，啊！这当阵你来讲无，叫法律你要在身躯顶啊，所以你叫恁同事上来，会使安尼做。是，因为阮你办过真侪案件呢？阮案件较特殊啦，所以讲真侪遐临检盘查，我做些小卡，讲要安怎临检，警察职权行使法而已啦。是，第7条、第8条，第1条甲第8条，但是咱嘛讲啦吼，迄个。有人讲，这个警察吼一款刑事法，他要查你的身份，后一步就是要甲你敲。无唔对。敲啊，你会当无同意对无？当然啦，当然不同意搜索啊。其实讲，这届警察要甲詹老师甲骂，就是讲这是正常的，他会让你激怒你，他会激怒你。啊，你若甲骂，你就是侮辱公务员。啊，你即马很轻，我甲你逮捕，我也是甲你敲。啊，无那就是讲，小姐，你身份证借我看一下。啊，你不是打开钱包吗？最后看嘛。啊，拍开伊就看一条，讲啊，你内底啥物？你家己摕出来。啊，这当初你讲哦，没有，我不同意搜索。警察就要甲你骗的，搁要甲你骗，你要同意搜索。所以讲我开始去甲去做一领衫。是。
讲爱同意搜索，我不同意搜索，变安尼。个警察搁要甲你敲，你就要一直安尼，我不同意搜索。我无同意，互你敲啦。我无同意，互你敲啦，无法度啦。OK， 所以这嘛是家己自保的这个一个方法啦。对，因为真济的时阵是，毋是讲阮有啥物要暗砍的，是我行的路会好好啊，你甲我敲我的骹棒、我的皮包啊、我的落地啊，我若内底有啥物查某囡仔的物件，我无想要去看啊。是。有影啦吼，这个运输的这个问题嘛，是家己爱顾好焦掉啦。有人就讲你若无啥物好藏的，你哪会无通看？我嘛使讲，我怀疑今日无穿内裤。我无相信无你脱开互我看，无种代志嘛。是，所以咱讲合理的这个怀疑，其实有真侪种综合的这个理由。无毋对，啊，毋过搬早是搬早啦，搬早是讲限制讲你上济就去看身份证，还是报身份证做好就好啊，绝对袂讲甲讲。你爱互人敲车、敲你的落地啊、敲所有物件。是啦吼，虽然讲到遮吼，拢是查身份这个部分。阮即摆咧哪咧讲敲身份、查身份安尼。是，但是即阵咱搁较看的，就是讲吼，用到这个公权力啊，是强制啦这个部分，对于实施这个诱导也好啊，是讲这个像这个手铐、扣手铐这个部分，是毋是已经是一种重罪这个表现？继续请教律师。确实吼，因为这个詹老师的情况是讲你头前的这个迄个班查都已经有问题啊，所以你头前要甲问身份证过程，你警察无讲相当的理由，无相当的理由，你后手讲安尼，我要甲用这个强制力甲压制，啊，这个压制伊当然本身就无合法啦，就是讲你头前的法动本来就有问题，你要甲班查，迄个班查本地你都爱有法律的这个。印刷这份刑事法的这个要求，而且大法官解说，咱拄则主持人嘛特别讲到，535号其实伊这是大法官去解说讲，对每一个人的这个人权的这个尊重，所以警察其实是代表国家咧行使公权力的人，所以你咧做公权力的人，你当然要受到法律甲宪法的这个特别要求。你要去对这个詹老师要做这个搬查，你无法动的理由了后，你搁甲用强制力甲压制，所以拄则我讲到一个例，就是2018年，这个警察敢若查3点钟要互走，你无互我看身份证，无互走，去互检察官要甲用这个强制罪要甲起诉，这都是一个明显的这个大法官解说了后，你警察要发动，一定要有相当的基础。啊，今仔日这个案件搁较含是讲，伊迄个时阵敢若讲无爱互走，检察官就讲安尼袂使，警察无爱互走袂使。踮咧这个詹老师的案件是讲，伊连毋是无爱互走尔，到尾啊搁加用强制力甲压落来，而且伊公布的这个画面吼，恁知影讲伊迄个密录器。其实一部分尔，为什么了后规个网络会滚起来？是因为大家才知影讲，原来事实上毋是参照因警察咧讲的安尼。这个情况就是真严肃的一个法律的问题。所以詹老师了后，我知影讲了后去甲提告，讲要告因妨碍自由嘛，要告这相关的这个，我感觉这个采取法律行动吼是有价值的，爱互咱的法治机关，尤其是警察，知影讲。这个法律真正照法律路行，才好做执法。无照法律路行，伊其实就是国家的暴力。因为伊虽然叫做警察，但是无代表伊所做的所有的行为拢是合法的。当伊无合法的时阵，我都讲到2018年迄个案件，伊敢若无互伊走3点钟，检察官就要用强制罪来办警察啦。这个案件更较清楚是讲，伊连这个更较强制的，就对这个詹老师落去做，这个部分都要追究伊的法律责任，这互未来所有的警察有一个警觉。知影讲，毋是讲我敢若看到大法官解说，我看到法律，我敢若参考尔，毋是参考，你爱遵守。若无遵守，可能会去互人民来主张伊爱追究的法律责任。是啦吼，先来小解咱的这个当事者吼，詹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咱看到讲吼，这回这个事件发生到当吼，你已经嘛去做这个验伤嘛去提告啦吼。咱讲吼，迄当阵你受到这个侮辱啦吼。你甲咱搁还原一下好无？就是我要去中立上课啊，我对迄中立火车头后壁出来，啊，排一个书包，摕一个饮料，啊，我要去上课，啊，一个警察骑多摆就来，伊问我讲，我才有做笔记呢，因为伊问我讲迄个，我没有看过你，我讲吼，我无看过你，啊，会使问你的身份证字号，因为我。烦恼你是迄个失踪人口，这句话我听了对唔对啊？伊烦恼我是失踪人口，我家己若是失踪人口，我家己他也唔知。这个问题就奇怪，佮无礼貌。我毋捌看过你呢。重点是无礼貌啦吼。无礼貌，啊，问题嘛真奇怪，无理由。结果我讲你凭啥要问我？我无爱甲你讲，啊，无你缀我来我上课的所在，伊嘛无爱。啊，
佮讲你若不爱互我身份证，我会使带你去派出所。我讲，敢安尼无可能。所以规个拢定数拢唔对呀。伊无礼貌，啊佮无合情理，伊佮讲白贼。对。伊甲我讲，我讲你是安怎会使看我的身份证？伊讲因为这是大马路。我讲大马路就会使，讲对啊。伊咧讲白贼。伊甲我欺骗。伊叫是我可能无读册啊，是安怎？伊讲白贼，佮无礼貌，啊佮无道理。啊佮讲，佮甲我恐吓，讲你若无爱互我身份证，我要甲你带来派出所，这就是恐吓。要互我惊。啊，佮无礼貌，所以呢，佮野蛮，所以我甲手机摕出来开始录影。我就问讲你是安怎无爱我走对无？为虾米？伊讲我是警察啊，我就是会使知影你的资料啊。毋是因为你是警察，你就会使知影哦，无即种代志。是。啊，我继续甲问啊，佮讲袂出来啊。讲到落尾，我讲吼，你即个实在吼，你真的很蠢。你说起来就戆诶，就无聊诶，就无蠢的意思就是。国语的意思就是鲁莽嘛、无知嘛、冲动嘛。啊，我意思就讲啊，你即个哪哦，这里鲁啦，台语就讲鲁小小吼，很鲁，然后又无道理，这就是我会讲即句话的原因。因为你感觉伊头前的定数拢无完备啊。头前无礼貌、无合情理，啊个你若吼，莫看伊穿警察衫，你就会感觉他在骚扰。OK。对，他在骚扰我嘛，讲一些有的没的，啊个。甲我恐吓，啊，佮无礼貌，啊，佮讲一寡五四三，所以我就讲出迄句话，说你真的很蠢。然后他就后来甲我手机啊，佮抢走。是。生气啊嘛，我讲你是安怎会使甲我调查？伊讲我就警察啦，我讲警察就会使，讲嘿啊，我讲是安怎？因为你伫咧路顶咧行，你伫路顶咧行，所以我会使调查，这拢唔对，所以我就无欢喜啊。落起来了后，伊就甲我手机啊抢走。是。手机啊抢走了后，就甲我压要涂骹，甲我上手铐。伊讲我即摆要甲你为了现行犯逮捕，就是你即摆已经犯罪啊。犯罪的理由就是你妨害公务，我进行做事。是。国语就是妨害公务，然后上手铐。所以大家会看到三个影片，一个影片是伊头壳顶迄个记录的，就是一开始的时阵。第二个影片是我家己录的手机啊，手机啊，互抢走啊。好佳在有一个路人，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伊去买菜，转来听到我咧哀叫，怎啊录起来，放在伊的脸书。所以我对迄天早起，互伊关，啊，甲下晡送去总理分局印指纹，甲我当犯人就对啊。啊，甲暗时啊去检察署，甲我盘问，讲你到底有没有？妨害公务，警察咧办案，你是安怎共妨害？我无妨害啊，是伊家己一开始就唔对。是。所以我互关到6点，我转去，我是对台中去嘛，我转去到台中已经半暝12点。拢无困啊，嘛无食，困袂去啊，因为真艰苦啊，所以我怎啊甲写出来。是，所以咱看到讲吼，即阵吼已经较大啦吼，就是要用这个告诉的这个方式吼。比如讲刑事的这个强制啦吼，也是讲这个妨害自由伤害，啊，还有这个这个骗术这个部分吼，啊嘛要对这个中立分局长吼来去做提告啦。因讲白菜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咱的这个罪名嘛真济啦吼。啊，上重要就是讲吼，因为这个部分因头起先可能有人咧讲因错方向吼，你讲1分钟配合就会当啊，啊你就是不爱配合，啊但是我都有你啊，因为你吼这个定数无较好势吼。啊，未来你讲即阵可能也无吼正式的这个找律师啦吼，但是你已经行提高这路线，未来你会安怎行咧？我自写迄篇日记嘛，就是我甲影片铺出来，啊，甲我内底讲的话、对话拢写出来了后，很多网友就侪网络顶悬的朋友，拢留言按赞。为什么呢？因为足侪人像我有同款的。经验，足侪人拢互诬赖，足侪人拢互骚扰，足侪人拢互胡乱盘查。所以我即马甲这项代志当作是我的责任，我的工课，就是虽然讲你咧打官司的路很长，真长，我嘛是爱继续做落去，因为这种恶质的警察的办案的方式，袂使阁互伊继续。是，因为这是对咱市民对咱老百姓的人身自由的、自由的安全真大的威胁。
所以我即马对即马开始，我甲即个过数。个数对，当做是我的工课，当做是我的义务。所以你感觉未来啦吼，这个警察教育内底吼，其实有人讲吼，这是高一个案例吼，大部分的这个警察拢是好的，你会安尼认为无？应该是讲，咱台湾社会一个真善良的社会，大部分的人拢真善良，大部分的人拢真拍拼咧做伊的代志。咱唔好因为这项代志。就去讲所有警察拢是歹人，毋是。毋过真正足侪人拄着即种代志，咱还互即项代志会使提出来讨论，来求进步。即摆已经有老师甲我即个案例做教材，要去考警大研究所，迄拢做教材啊。就是希望我9个小时受的委屈，会使变做一个。正面的力量，鼓励大家后届拄着无合法的盘查、无合法的盘问，你爱知影安怎保护家己，然后不要屈服暴力，否则会让无迄代志，咱的社会袂进步。是啦，这是我的想法。有影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桃园市府也是哦，这个警察单位，咱讲吼，即阵交这个司法单位来去做一寡这个部分的这个厘清啦吼。但是你认为这个司法后摆会安怎行咧？司法吼，我袂当去，我袂当去插，就是你唔知影伊案件囥偌久，我也唔知影开庭是当时，伊若讲甲你拖3个月、6个月。大家都袂记咧啊，可能都袂记咧。我即摆较烦恼的是讲，伊后壁的录影咧，伊头壳录的迄物件，头前嘛，后壁甲压的涂骹，压的涂骹，恁看到迄是敢一个哦，搁有第2遍，有几啊遍啊，对啊，算2遍，就是甲上手铐了后，徛起来我要走，伊搁甲压倒一届，结果警察就来啊，甲我压去派出所。派出所了后，我铐的手，嘿，骹嘛铐起来，骹铐起来，手铐起来，意思就是我是一个重刑犯。可是这毋是呢，我毋是重刑犯。因后壁的处理真严重，超过伊要侮辱我，要互我失去尊严。这部分我嘛爱讨回公道。我相信真侪人像我有同款的经验，我感觉即届的代志。较侪人咧关心，一定是因为大家心内拢有不满，拢有冤屈。是。这种的心情，一定爱互伊得到迄个安慰。是啦吼，所以咱头段嘛讲到吼，这个詹老师这个个案可能吼未来变成这个警察教育一个里程碑啦吼。但是这个里程碑嘛爱做到到才有法度达成迄个里程碑。这个左边吼安怎看咱这个警察教育内底吼，针对这回这个案件，会当安怎去指导摆学生啊？要去执法的这个部分吼，爱特别来盯紧。其实我讲实在啦，警察嘛，毋是讲逐个人吼，对所有个执法的所有的法条，伊拢足清楚的，无可能。就算讲你做一个律师，有当时你刑法嘛，拄一条，你有当时袂记你爱查。是。但是像我写出来这8个定数吼，其实是足简单的，1、2、3、4、5、6、7、8，你就解决啦。你这个定数呢，就敢讲咱玩那个叠叠乐有无？1、2、3、4、5、6、7、8，你若完成啊，安尼就好。但是你中袂使。欠一个，你欠一个，伊就倒塌，嘿，你这个程序你就无合法。伊拄仔讲妨害公务，1、2、3、4、5、6、7、8，你若甲第8个，我拢符合啊。伊搁继续抵抗，咱使用强制力，这个上去才是妨害公务嘛。这就是妨害公务嘛。头前的这个定数，你若内底一个无完成就袂使。其实这件案件就是一开始，你检小姐伊讲你为什么要拦我？我是现行犯嘛。其实这个时阵，你警方你就要提出一个。互人信服的理由，嘿，是然我怀疑你是有犯罪嫌疑，是，吼，你若讲的一个合理的物件，照你讲，詹小姐就来配合，OK，但是你著看这过程内底，伊就是讲袂出一个，互你会使信服，互你会使相信的一个理由嘛。照你讲，若平常时吼，我讲实在，若讲阮伫路边阮伫执法，查着一个，譬如讲一个阿姨，吼，阿姨讲我著无带身份证，是，吼。话吼年岁较大，身份证嘛袂晓背，但是我若观察，我甲你讲话，我相信讲，其实你嘛无啥物代志，是，我就互你走，我搁去找另外一个有嫌疑的人，其实安尼执法这是正常的嘛。你想要浪费时间，虽然咱变过头来讲
分局长讲啊，你只要1分钟配合就好。啊，但是咱若电讨来讲，你若讲拄到这个明显无嫌疑的，你警察佫一直甲盘查，你毋是浪费好多个1分钟吗 ？OK， 对无？你其实你家己要有正确的判断，啊，佫拄我讲的这定数，其实你毋免背什么法条，逐条拢爱捌。但是简单的定数你拢知。是。吼，啊，你即件的时阵，你的态度好，啊，过来你会使合理的判断，讲啊，这个人到底是毋是有嫌疑，这个人有问题无？就算讲伊无配合，你看看，这个人无代志。无问题，你无配合，你嘛互伊走无要紧，你唔免讲我拦下来一定要问出什么东西，不一定，你拦下来没有就没有嘛，不是什么，唔是什么足见效的代志嘛。我逐工查100个人，唔是讲我100个人全部拢是犯人，对无？我查1000个人，有当时嘛无一个查到问无啥物物件，无掠到物件，唔是足见效的代志。你先紧互伊走，你搁去找另外的人，吼啊你安尼才是保持你的治安嘛。你为着一件代志，啊明明你就知影这个人可能伊就无嫌疑，啊你一拖。过6点钟，啊！你规个派出所拢莫做代志，是，对无？啊，我感觉你爱有这个认识。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定数上哈，有人讲吼，真正照定数来拢无问题啦吼。但是讲有的人就是这个警察执法的时阵，伊就是要跳过这个定数吼。有人讲安尼办案，我就是掠较有啦吼，我就是安尼去吹，拄着用倒的吼，用拨的啦吼，啊拨着一个算一个吼，但是这毋是应该有的吼，执法的这个部分吼，佮请教这个詹老师啦吼，所以安尼规个案件看下来，咱头拄嘛讲到，可能变成一个这个法治教育一个吼非常重要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啊，真侪人嘛是咧支持讲哦，这个警察应该安尼做吼，啊讲你吼是要这个搬这个版面啦吼，你安怎看咧？应该是讲吼，咱足尊重警察的，所以想讲，哎呀，凊彩啦，因为台湾人真善良，啊，就袂晓紧啦，互伊看哪会晓紧。毋过即种的态度，颠倒是咧纵容罪犯。OK。纵容犯罪，就是迄是一个毋对的代志，啊，你搁配合伊，安尼意思就是讲，互迄毋对的代志继续发生。OK。所以咱。乡亲朋友，咱阿姨、叔叔、伯伯爱做一个代志，迄是你的自由，迄是你的权利。是。若是你的权利，你就爱压不掉。OK。若是人唔对，你就袂使让伊。你甲让久啊，伊就惯死，惯死后摆就伊的迄个权利愈大，你要讨就讨袂转来。是。咱台湾的自由民主，毋是天顶落来，是足侪前辈安尼拍拼、流血、流汗、牺牲性命得到的。所以咱爱去甲维护好，维护好的方法就是咱了解咱的权利，咱爱争取拄着毋对的违法的警察的行为，你爱互伊知伊毋对，因安尼才会改进，咱社会才会进步。有影吼，过去咱这个日本时代吼，讲这个警察就是大人吼，可能过去迄个咱的这个心态就讲啊，大人讲的就是对的吼，咱就要尊重伊啦吼，伊要叫咱这个临检，咱就要好好来配合，但是要查新闻头拄来讲定数的这个问题啦吼，所以这嘛是真重要吼。咱搁继续请教这个黄律师啦吼，所以未来啦吼，咱嘛看到讲这个事件啦吼，虽然这个咱讲已经进入到这个司法的这个定数内底，但是买手啦吼，你安怎看讲这个代志可能安怎发展呢？应该安尼讲吼，就是讲詹老师嘛对这个警察这边来提告，啊，警察这边嘛甲移送去地检署，所以即摆算两个案咧行。一个案就是讲啊，这到底甲警察骂，还是讲警察所讲的妨碍公务到底有妨碍无？这是检察官爱去审查的。另外就是伊即摆詹老师颠倒去甲告，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真正是一个法治教育真重要的一步。为什么？伊会好咧司法定数内底去清楚讲到底警察头前甲办问煞了后，你要甲压制，这规个定数内底有合法无？我拄则讲着讲，为什么我一直讲新北地检署迄个案例，就是讲你敢若甲查来3点钟。无互人走，检察官就要强制罪起诉迄个警察啦。所以踮喺即个詹老师的案件，搁较清楚是讲，你到尾啊，搁甲杀2遍嘛。拄啊老师讲的是讲杀2遍，这是真严重的。而且咱知影讲，你一般来讲，这个警械使用条例，就是讲你要对人手铐、骹铐，迄是重刑犯的。你一般是暴力犯罪，才有甲这种程度。你对着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师，踮喺现场，你讲啊，你甲压制了，就爱上手铐，啊，到尾啊，入去内底就爱上骹铐。这我感觉是真罕古的代志，所以除了司法定数以外，我嘛会建议詹老师讲，这个代志嘛送互检察院啊。为什么？检察院有权对
警察所有的行为有合法无落调查，而且即马国家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爱互因有表现的机会。这个代志我感觉讲爱互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意见，是咱台湾民主法治，拄则詹老师讲着，我感觉真感动哦，真正是真济咱的前辈。老岁老官拍拼落来，民主法治毋是讲咱即马讲的尔，真正落去实践的结果就是讲司法定数落行，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落行。到底警察会使做这行为无？我感觉爱互规个国家公权力甲讲真相出来。有影啦吼，佮介绍请教第二位律师啦吼，你安怎佮互咱这个詹老师一寡建议无？我是讲妨害公务的部分啊，是可能是讲是侮辱公务员。毋过这件事情真的很蠢，所以说就是讲你的这个指涉的这个物件到底合理的评论啊，合理的评论啊。毋过吼，警政署就爱讲过的。是。顶届我一个朋友。摕一张簿仔写，像纸写，警察白痴徛在警政署门口口人，就互警政署告讲妨害侮辱公署啊，啊，毋过无罪拢无罪啊，所以讲我是感觉讲老师这个部分是毋免伤烦恼啦。毋过甲提告的部分是完全是非常的勇敢的作为。是啦。啊，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伊甲你抢手机啊，这件代志，其实讲伊是袂使做这件代志，你绝对会使录影。这是法务部102年立委的时阵，有一个函释讲，你若是会使录影的所在，公开场合啦，基本上啦，你拢会使录。是。嘿，无迄种什么我录影就是妨害公务，无这种代志。OK， 但是警察会当录，我会当录，这款的这嘛是会使啦吼。当然会使录啊，因为无论你是毋是公共场合，安尼敢会使？你若是咧做笔录的时阵，你若是咧。警察局做笔录的时阵啊，那是迄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那你不过但是你一般的这大路头顶，这一定是会使啦哈。公头白你无什么隐私的问题。OK， 除非你的脸是警察的脸是猥亵物，那不妥。OK， 上尾请教这个左边啦吼，安怎个建议老师咧？我是感觉讲吼，发生一件代志的时阵，就是你改进进步的时间。比如讲。4至535号显示东抽就是你3点报一个零检的案件出来嘛，吼啊，我是希望讲今仔詹老师吼，这个失去自由这9点钟啦，吼，会使互咱的民众了解讲，警察做啥物代志，伊是违法的，咱是会使甲拒绝的。啊，另外就是你警察当然咱家己经过这个案件了，嘛知影讲我下摆这个定数是爱安怎来，啊，咱人民对法律有了解，啊，颠倒头来咱警员对这个。执法的这个定数嘛，有了解了后，这个国家才会进步嘛。以后人民知道我的权利在哪里，警察也知道我的界限在哪里。我是感觉讲，这件代志咱大家安尼会使讨论，是一件足好的代志。有影，所以最后佫请教老师啦吼，若是迄天这个警察用啥物口气，还是用啥物问题甲你问，你会同意伊甲你搬查咧？好，这大家爱想一下。咱讲警察是人民的保姆，你会使想看觅，准讲迄个中立后车头真。危险，啊！伊即马看到一个太太吼，安尼来，啊，毋是住在遮，啊，你是警察，你管区对无？而且迄个警察骗人，伊毋是迄个区。OK。管区是咱日本时代讲话，咱尊重管区嘛，因为咱伊保护咱即个区的安全，所以啊，这管区应该讲啊，这位太太，咱遮中立后车头有淡薄仔危险，因为有一寡人吼，踮咧遮做歹代志，啊，你一个人。真危险呢，啊！你爱较细腻的，啊，若无代志紧走，啊，莫踮遮吼。啊，你若有啥物需要帮助，会惊，我陪你行。咱是过年去银行领钱，毋是会使申请警察陪你转去惊互抢着。所以应该讲，啊，你好，我是倒位的警察，我叫啥物名？吼，这是我的名，我几号？我是警察咯，我毋是歹人。啊，咱即马治安无好，啊，咱紧离开这个所在。啊，你是外地来吼，因为我嘛毋捌看过你。啊，你要去倒？我无我陪你行，你若会惊？啊，你若袂惊，你家己惊。啊，若会惊，我陪你行。啊，毋过因为阮爱负责即位所在安全。啊，阮的迄个长官有讲爱特别注意，所以我陪你行过。啊，会使甲你请问你是对倒来？啊，身份证号码。会使互我知无？啊，你袂互我知袂要紧。啊，若有啥物问题，咱遮迄落来处理。啊，你若有意见，我会使互你写这异议单。吼，伊若安尼甲我讲，我就真欢喜，讲哦，足温暖的。咱即个中立火车头的警察真好，我后盖要定定来。吼，伊若安尼甲我讲，我就会真欢喜啊。啊，
因会使安尼想袂，因会使用一个方法，唔好甲所有的人当做歹人。我知影因有业绩压力，因有压力，所以透早经扣一个，规工就会使凉凉。毋过因来换一个方法，大部分拢好人，歹人。无遐济啦。对，歹人大部分拢是好人，歹人少数。若真正我是歹人，你像我讲话，我就紧选。我搁招你去我的办公室，招你来熟悉我的朋友。我后来有想过，为什么伊唔敢去？因为迄毋是伊的管区。哦。所以伊唔敢去啊。是啦吼。我想是安尼啦。是。伊要甲我留喺遐，敢若我参伊小输赢，我一定输的，所以伊就赢着一个业绩。我感觉这是真无妥当的办案的方式，应该改一个观念。有影啦吼，会当互这个警察搁一摆来思考，感谢所有来宾，感谢，多谢。谢谢。多谢。